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介绍的是大内的酪梨。那么，咱节目一开始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落来营养价值真高，毋若适当直接将伊对菜做成美味的料理，不管是食甜的，也是食咸的，拢真适合。伫加工了后，买当做成落来防蚊液、手工皂以及落来精米等等，相当多元。就是希望借着多元的管道，来互民众知影落来的好。那台南是全台湾酪梨的产量最高的县市，我们这个对于这种健康的果品，一定要好好的推广，介绍给国内的好朋友，因为很多过去的酪梨都外销到日本，它成为日本料理里面无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食材之一。所以日本人都懂了酪梨的好处，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不了解？所以要推展酪梨。为了要互民众更加知影落来好处，市府嘛将要26号举办大内落来节，活动相当丰富，毋但是有好食落来美食会当品尝，加当徛铁摆到农园采购，有兴趣的民众都会当报名参加。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国人来知道酪梨的好处。8月16日酪梨台南的大内酪梨节，欢迎大家来大内品尝最优质的酪梨产品。台南是台湾酪梨上主要的产地，其中大内种植面积仅占台南总面积49.1%，因此大内区嘛有酪梨之乡的称号。期待借着活动，会当互较侪人知影酪梨价值。咱知影台湾是宝岛一年四季拢有真好食的这个水果啦那么伫6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呢，这个水果这个水果量呢更多这个样式也更多了那么伫咱今仔要介绍的这个主题就是咱大内这个酪梨那么大内这个酪梨呢，伫咱台南市来讲伊是种植上界普遍而且呢，伊的产量上界多伊的品质嘛上界好伫咧市场顶悬呢嘛真受到咱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欢迎那么咱去食酪梨的这个当中呢，除了讲咱知影讲伊的营养非常丰富以外咱酪梨咧食时阵呢，嘛有足侪各种不同的这个方式是讲各种不同的这个比如讲会当食果汁啦，或者是讲甲伊切成块状当做菜嘛是一种蔬菜这个食用方法啦那么今仔节目当中呢，咱特别来邀请到咱大内酪梨咱的这个专家，就是咱区长李贤春区长要来甲咱介绍看咱这个酪梨伊的正确的这个食法还有咱酪梨还有足侪种的品种啦还是讲咱酪梨有足侪种的这个方式会当享用那么咱节目一开始先请区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区长你好。你好，感谢我们各位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内区区长李彦川。咱感谢咱那个酪梨有这机会甲大家介绍啦迄个台酪梨有的人袂晓念台叫酪梨酪梨因为什么大内生产呢？因为大内面积大概70.32平方公里啦大概伊所种植的面积拢是山坡地。因为大内70%拢是山坡地山坡种植的面积跟一般无啥共。因为山坡种植佫是咱白垩土所以咱大内生产的酪梨的口感咱们讲比上较好啦，咱比迄口感口感稍微有一个 Q 弹的感觉啦因为它排水性非常良好，酪梨它本身的品质它希望排水良好，它不能够积水。积水伊规丛就去了所以酪梨非常重要，就是伊的空气爱好啦水质爱赞土质爱适当依靠落我所以伫大内面积大概有164公顷总共咱生产嘛是2100公吨的面积所以大内是全国面积上产上大的，占全国面积1/3拢是大内生产，所以大内这边发展落来，最主要是伊的专门区。环绕着咱大内一半的土地，所以水质非常的好空气非常因为大内工厂种伊空气拢无污染，所以大内种水果落来水果，伊需要种空气种水质，所以种植的口感跟别人无啥共，所以有一种咱就是一种大内叫幸福果的感觉，就是讲伊本身营养够好，真个对人体会健康拢有帮助，所以外号叫做幸福果。
大来，咱落来大概有来是安尼。是，听到咱迄个区长的介绍，咱知影区长吼，这对这洛梨吼，就是遐多伊讲这台语叫做落来啊。因为我要上节目的进前吼，大家甲咱哦区长请教吼，因为咱平常时讲洛梨吼，但是咱台湾人呢吼，咱嘛爱知影讲吼台湾话要讲这个洛梨的时候，要安称呼吼，啊，遐多特别甲咱吼区长来请教，区长甲讲叫做落来啦吼，所以吼咱今仔日吼会晓啊吼，这后摆啊去菜市啊咧买这个洛梨的时阵吼，你就甲头家讲我要落来吼，啊是讲吼咱的小朋友，有当时啊咱的这小朋友，因为迄个台语吼，可能即马吼越来越消失啊，有的人囡仔吼愈来愈袂晓讲台语吼，啊咱是台湾人吼，咱的这个台湾话咱嘛爱晓讲吼，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学会了啦吼，落来的是洛梨吼，啊好多啊咱这个区长吼一开始就侃侃而谈吼，所以我知影讲吼，伊对的这个洛梨吼是专家，我要请教咱区长，你家己是大来人吗？毋是。哦，你毋是哦，哦，你无简单嘞吼，啊，毋是迄个毋是大来人吼，啊，对大来这个洛梨吼，安尼遮尔啊，就是了解这么深呐吼，啊，所以吼，我咧想，咱平常时啊，区长应该吼有深入咱的民间呐吼，啊，去甲遮个吼洛梨农吼，因有即个沟通吼，啊，对着因的即个竞争吼，非常的即个了解吼。啊，讲啊，咱区长咧讲着即个洛梨伊的迄个情形，就是讲。它好像水质爱好，哈啊，就是讲空气爱流通，啊，所以呢，选定伫大来这个所在吼，伊就是无污染，啊，所以咱食的这个洛梨的时候，不只吼是食水果，嘛是食的健康啦吼，啊，所以对咱的身体吼，帮助很大哈。那么好多人我要上节目进前啊，多甲阮化妆师伫遐聊天的时候，伊讲的这洛梨，伊讲洛梨很好种，伊讲吼，有朋友啊，有迄个土地啊，凊彩甲种的大丛，啊，就会生这个洛梨，敢真正？哦，无一定，因为大来种植较无啥共哦，它本身要用架这个方式，你讲洛梨啊，籽吼，啊，甲弄土地大丛啊，这吼，你永远碰无到果实存在吼。它本身经过技术要架这个方式吼，伊开始生水果，啊，落来种大概3年生吼，伊3冬开渐渐会发水果出来。哦，毋是讲啊，等。所以种植的时间足长呢。对，爱3冬伊较开始会发水果。嘿，啊，你平地你坐大棚啦，积个水吼，落来吼，爱水搁惊水吼，毋过伊积个水1工至2工伊就会长吼，啊，就差不多腐跟茎吼，伊就差不多倒落去啊，所以伊的作用排水。嘿，落来爱水搁兼排水。哦，啊，阮迄个化妆师，因迄个朋友因兜迄个宝地，我伊种了就甲你水，对，生啊脱水啊。那么吼，其实我也蛮常去买洛梨啊，但是我买洛梨，我拢是去买哦，像咱即马这倒啊顶一杯买洛梨牛奶哈，啊，我请迄个头家就加好啊嘛哈。哦，因为我听说。因为我以前就捌听过讲吼，这个洛梨伊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吼，所以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吼，我拢会请迄个果汁店吼，啊拍迄个洛梨牛奶安尼吼，啊就喝一杯。有时候若是讲无用啦吼，无时间好食，伊个是讲热天有当时咱无胃口。那就是说吃不下饭吼，有阵时迄洛梨牛奶吼，你啉一杯的时候就有饱足感，啊，你的营养嘛有够啊，吼，就是讲，较袂讲吼，因为咱的三层无正常吼，啊，欠缺到这个营养素吼，啊，所以呢，这洛梨牛奶我们就喝一杯就很简单哦，啊，我知影讲，这洛梨好像它也有很多品种哦，是不是？请咱区长介绍一下。其实洛梨吼。如果全世界来比，大概有50几种了哈，但是你在台湾大概有30几种了哈，啊，但是30几种的名，一都是一个名称而已哈，但是像观众朋友吼，要记吼，我有一个做方法的，做简单的记法，你就记吼，有3种品种，就是早生种，啊，中生啊，就中生种，跟晚生种，早中晚。哦，因为它的伊的品质无啥共哦，伊早生的时阵就是伊的结果率较无遐好，产量比较少，啊，但它的什么价格比较高，大概一斤拢120、100吼，伊的打开一出来，拢到5月份的时候吼，所以它伊的价格。伊的产量少，但是价格很高。啊，中生种其实大概伫7月到9月时阵哦，迄叫做红心眼吼，迄种就适合吼生吃吼，迄种非常好吼。就是它7月到9月当中，它叫中生种，一个红心眼代表哦，这种就是它的产量多，但是价格低哦，因为它是高产量嘛，你大概7月到9月中间，它的产量非常高啊，所以价钱就较低啦。啊，上尾就是10月到上尾延到1月、2月那边。迄就是迄个晚生种，叫秋可，吼秋可，啊，中间的变化哦，咱落来足可爱吼，
但是你注意看，我为什么我即箱里家要大家了解吼？你看，它用绿色、个褐色、个黑色、碧紫色吼，为什么这个变化吼？绿色就是伊打扮啦，伊种绿色袂食者，吼，你食伊这会苦酸，有人唔知影当做伊好啊，甲食，泡了食。其实它是会苦的啦，迄算还袂成熟，还袂成熟，真正成熟你注意看是黑色带紫色，上尾中这粒吼，它是真正成熟吼，这种吼就是价值。但是咱晚生种哦，一种秋葛哦，其实它不会变色，它从头到尾都是绿色的。所以有人奇怪，它有无变色哦？独晚生种它不会变色，你要甲顶看顶嫩。它的绿色它不会变色，都非常奇怪。所以人唔知影个放在遐，永远个放在遐，放到尾来就是绿色，伊袂变，袂变紫色。只有晚生种哦，秋壳哦，它不会变色。伊原来从头到尾都是绿色，所以吼，观众朋友你判断的时候，咱买落来大概你十袂遐买着落来哦，应该是晚生种吼。注意吼，你望当甲变褐色，你当甲烂去嘛是共款取绿色吼。所以咱的观众朋友有时候买落来，要注意看者咯。所以咱今仔学一个常识啦。是。人讲吼物以稀为贵啊，拄仔你咧讲的早生种伊就较少嘛，较少但较贵。若是终身种伊就较量较济，但是伊计数就较少。对。像讲因这三种啦吼，拄仔你讲早生、终生跟晚生，伊的这种营养价值敢有差别？它营养价值一样，但是它形状不同。你早生种伊长长哦，那像葫芦形安尼吼，像迄个葵啊吼，葵啊迄种形伊是长形的吼，迄个终生种伊是圆吼，椭圆形的，那种卵形安尼吼，它的形状不一样。但是秋壳到晚生种，伊那直接当像温蛋安尼吼，就大粒安尼吼，迄种叫做晚生种哦，所以它的品种大小跟它的变化，就随着季节它通通不一样。我印象内底啦吼，我小时候好像没有吃过这酪梨，唔知当时吼，可能10-20年前开始吼，较有听过酪梨这个水果啦吼。那么那酪梨，安尼照你讲，伊唔是咱台湾本土的这个农产品哦，它是外来种。它外来种是。你像外国墨西哥小一点吼，所以吼酪梨它又生了牛油果，从于它的油脂非常高啦。那个外国哈士，咱以超市市场看，细个粒啊白白的吼，迄叫鳄梨吼，烤伊的皮啊，我知，细个粒啊，粗，大概拢伫300公克以内吼，5到300公克。我们这个吼。公克哦，克啦吼，我们这个肉梨大概600克，600克，1斤500克嘛，所以咱种斤瓜，咁迄哈士吼，你世界粒啊差足济，所以有当时咱若食，所以当时咱若食，要食一个食袂完。对，我食半粒就好啊，食半粒就好啊。那么吼，就是讲，我听讲吼，这酪梨伫金氏纪录各有伊的特别的地位，而且什么原因啊？因为酪梨这种吼，伊个称水果又是蔬菜的一种哦。你最怕吼，Google 甲拍金氏纪录最营养最高，就以咱酪梨为代表吼。伊所营养吼，包括咱的迄个所有高脂啊，人讲吼，穷人的奶油，就是它所有高价值奶油同等价值的吼。它的维生素啊有11种哦，包括它的矿物质啊，种种的营养价值最高就是我们酪梨。所以有当时啊，比如讲身体较虚弱的人。或者是讲破病的人，生病的人，可能会当用这种酪梨来补充营养。瘦细的哦，欠营养的爱记得。对，素的。瘦细的人。瘦细人将营养做好，他用这些替代品。还有啊，咱那个区长咧介绍的时阵哦，比如讲伊的种植啦吼，爱水量充足嘛吼，爱空气好啦吼。那么你这个种植的这个当中，比如讲吼，咱开始播种啦，开始的伊的成长过程，是不是嘛？跟咱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其实吼，咱落来吼，大概2月份它会长芽出来吼，3月、4月也开花了吼。大概也迄结果期在5月开始到12月吼，中间结果期，但是盛产期在7月到9月期的盛产期。但是咱落来有一个可爱的所在吼，伊咧结果性吼，就是像迄个手指头那么小，农民就是一样包裹，因为惊病虫害啦，那个蜜蜂去叮咬，所以是要。伊发出来结果类似像迄个绿鹰安尼，一串很多串，所以为什么大家想讲酪梨涂骹为什么大家开头拢茶啊吼，酪梨有就是伊淘汰优劣的老天爷会接应它的生长期，也较好吼，风吹雨打日晒，它自然就把它淘汰掉，也落果。
一个生理期的肉果，肉果老落来个是上赞上好的，所以伊老太决定他要不要结果、肉果、蔬果，就是风啊、肥肥吼，较歹、较无好的，要让它龟头较物竞天择，对对对，有材料生存的，有材料生存，啊无材料生存的，你就开始淘汰掉。所以你大家所看这营养上健康的，就是老来的。那受水果，伊就自然淘汰掉了。所以唔免咱农夫家己去改种。到尾时伊大概留一两粒、三粒上尾迄留上用的，佮我用，伊就去甲它输掉。无通常免收果，老天去决定它的强弱吼，风肥较歹，伊就让它回头卡。自然。它会在特殊的地方。迄个一般啦吼，农作物啦，咱总上惊风台天啊。像即马8月份啊，今年无啥风台呢。对，好加载。若是风台天的时阵，伊敢会影响着？那个在结果说吼，其实吼，落来的结果唔惊水啦，吼，唔惊水，唔惊雨啦，唔惊日头晒，上惊风来啦，吼。风来伊的结果是你大风甲透透的吼，伊就那个龟头卡，所以你结果是吼7、8、9月时，我上惊风台来了。那农民在收成的时候，一年辛苦就在这个时候了哈。台风来的话，他们薪水会全部泡汤了。所以那段时间风台唔通来。所以农民真正是看天咧。真辛苦是。那么咱就是讲吼，这下拄咱咧介绍这酪梨的时候，咱拢知影讲吼，酪梨就是佳节，这上普遍嘛吼，做水果嘛吼。但是吼，酪梨应该嘛是讲一种蔬菜啦吼。咱现在伫咧菜刀啊，饭桌啊顶管哈，餐桌上，那么有看到这酪梨哈入菜啊哈，是不是嘛？给咱介绍一下，一道这入菜哦，它可以做什么菜？其实酪梨上好的就是刚刚生吃的那么改果汁改果汁是另外一个吃法啦，因为你加果汁也营养分啊，包括它有放一些糖类的东西，也热量会更高了当然你生吃的话，为人你水果一种水果较袂甜啦但有好几种吃法你家甲。大家观众朋友介绍第一就是瓦萨米那是生鱼片的吃法你看现在看这瓦萨米有个切一块问啥蒜头导游啦？我想问芥末嘞。做个只芥末，有够好食你应该食透了安尼，你食那种口感入口即化这种非常好一种营养专品。另外一种小朋友讲袂甜啊，袂爱食我会感觉甜食吃法就问蜂蜜加蜂蜜，小朋友就非常喜欢吃对。所以又另外一种吃法另外一种吃法就是讲搭配那个配料就是搭配三明治啦还有生菜沙拉啦卷那个所谓日式料理那个手卷搭着吃已经非常棒的一种吃法另外就是咱刚所讲的你加饮食疗法就是讲咱用酪梨去加酪梨汁淋牛奶啦淋优格嘛是非常棒的一种吃法另外入菜啦因为这种酪梨就是惊烧啦惊烧物件咱莫去炒嘛，对，咱炒好炒翅根、鱼翅根啦保味好嘛要紧啊，炒了那个南米丁管这个入菜方式非常棒最后咱到观众朋友的吃法上好，咱早顿去食时，对酪梨给它切半切半把中间那个果实挖掉打个蛋进去放个起司在那边，然后把它蒸非常棒的一个早餐，营养最好。我听那个古店在讲真的是很多菜色嘞，但是我没吃过听古店在介绍哇，回去可以试试看你像我感觉应该也不是很困难对。他说咱讲我这入菜我看到这现场有足侪咱酪梨的这个副产品像这哇这个西点的这个有面是不是拢甲咱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因为酪梨规个拢是宝而且家己介绍啦，我来发展酪梨时阵启动交代咱照顾咱酪梨的酪农甲咱酪梨发展落去，帮助咱农民的一生计啦所以我跟二妈合作，我这二妈手工料理我觉得她没有实体店她是在网上过请她研发这里看酪梨有注意看这个马卡龙里面包酪梨的营养，吃起来让口感酥脆入口即化非常好吃酪梨三明治冰心它中间那个奶油非常棒的一个吃法，可以当早餐奶昔做法就是讲伊顶管是多酪梨整个小朋友吃奶昔非常棒囡仔有当时也袂使囡仔非常食这个非常好上尾就蒜头蒜头酪梨加蒜头吐司面包把它结合在一起非常棒一个做法其他酪梨整个做好之后它包括酪梨肉我们其实可以做我们的
手工皂啦，我们的手工冰淇淋啦，还有我们看到的肉梨子面哈，它把纸晒干之后研磨成粉，粉了之后我们研发成冰淇淋可以做什么？我们黄永义啊，它也有在做哦，黄永义啊，肉梨面啊，还有肉梨的什么肉梨的蛋卷哦，我们有在研发。最近有跟那个生意公司在合作哦，所有肉的面膜跟那个化妆品哦，面膜，面膜方面有在研发。现在维他命 C 就管哦，基本上把它提升我们的品质哦，还可以多加利用哦。以前那个肉梨子面哦，蛋里头高都没卖哦，哇，基本上大概小在跳啊，因为它可以磨起来，可以作为肉梨子面，都有人在收过吼。较早一粒1块2块半买卖哦，现在收到一粒12块哦，哇，大概抢拢无止人好整。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好。所以吼，咱增加伊的迄个附加的价值吼，咱的农民吼，伊的收入就愈侪啦吼。所以咱吼区长加咱大来区公所吼，算讲就用心吼，咧替咱这个酪农吼，带因吼帮因推销啦，互因吼种到这个酪梨的时阵吼，会当增加因的这个收入啦吼。那么就是讲吼，咱的通路咧。我们通路吼，大概吼，我们青果市场吼，大概我们在6月到8月的时候，我们有开放给农民免费给他们摆摊哦，所以有一些农民都会去那边摆哦，欢迎观众朋友也买使去那边吼，阮在那边做俗的吼，摆到阮大内区农会吼，伊本身嘛有是里卖的吼，个阮这社区吼，就只要话发展协会吼，伊本身就肉梨文创馆吼，伊嘛是里卖啦吼，你在地馆买绝对比外口较俗吼，阮在地里卖介绍。绝对是吼，叫阮大卖价。无经过通路的。无经过通路，绝对做俗的吼。是。所以吼，咱会当直接甲咱迄个大内区公所吼来接触啦吼，那么咱就会当买到俗啊，搁好食，品质搁好，而且吼，咱伫区公所买的迄个品质一定上爱好的。保证。那我讲迄个品质好啦吼，咱免啦吼，咱咧竞争的这当中吼，拢是有一寡吼好甲歹嘛吼。咱5期镜头看出来嘛，是但是无评估嘛吼。那么有当时卖相较无好啊，但是它也不是不能吃啊吼。那么伫这部分的时阵，咱区公所家吼，要来帮咱这农民吼，甲这卖相较无好诶吼，用什么方法甲伊销售出去？这点吼，就是讲农民做吼，伊水果好诶，当然去卖到青果市场，卖到消费者的手上哦。但是吼，咱水果无讲逐粒拢吼做完美啦吼，芳啊定啦吼，批衫，人我讲批衫摆台语就是农民讲批衫摆的，它的皮吼，外皮卖相不好啦，较细粒啊，迄种较无好的吼，阮迄个专门吼肉梨文创跟他收购进来，收购进来之后，甲迄包吼，甲 KK 吼冷冻起来吼，其实它是好的东西，咱这肉梨汁啊，会当做肉梨汁饮啊吼，伊呀起来肉梨汁就是咱泡个蛋吼，做肉梨茶包啦，伊的茶吼，会当做茶吼，泡茶食嘛非常好一种物件啦吼。通常我拢甲抾起来吼，请伊抾起来，甲农民收购。介绍当然是较俗一术啦，但最起码吼，伊嘛心较袂痛，囥伊遐吼，拍算吼，农民吼伊种的一当做辛苦种的，有好有歹吼，有一个差别哦，袂好袂歹，总是伊的收入啦，吼一个血汗钱哦，所以讲鼓励吼，阮努力阮朝一个只要落社区，会去甲收，收来卖吼，收来做。冰起来人用，它可以卖给商家作为肉梨果实用啊，那一种不需要卖相好，也果肉如果是好的东西都可以留起来用。所以吼，那时啊，咱若像讲，比如讲吼，咱迄水果店嘛吼，咱就知影，因为水果店若是较卖相较水的吼，咱直接切盘嘛吼，若卖相较无好，伊就可以去拍果汁嘛吼，一样吼，它就是说增加伊的迄个经济价值啊吼。但是咱知影吼，就是讲这酪梨吼，伊的营养价值很高啊，像我咧讲啊，我有时候吼就是常常会去买一杯来喝，因为我知影讲吼，它的那个营养价值很高，有时候像我们想要增胖一点啊，吼就多喝，可是有时候好像也不能喝太多了。对，这些观众朋友吼。你问讲吼，这营养足好吼，你拖你伫遮吼，一天2粒、3粒、5粒拖你伫遮，唔通啦吼，唔通啦吼。伊虽然营养好吼，但是咱人拢安尼过量吼，不要过量哦。伊大概1/4吼，伊就是一般水果吼，卡路里吼，大概一般水果的4倍量啦吼。大概半粒的量等于一碗吼。咱的米饭、咱白饭一碗量啊，所以咱卖食济啦吼，咱营养有够就好。你过剩嘛是排出去啦吼。但是你啊食了上侪热量吼，
哦，你要想我多我造出来安尼吼，我大刚食肉里食安尼吼，也热量太多了吼，太多了，也不要过量了吼，不要过量，过不及不好。是，那么咱今嘛政府有推迄个3倍券嘛，还有龙游券啊，哈，好像也很适合在这里销售消费啊。那么是不是给咱的乡亲哦做一个介绍？好，用3倍券还是龙游券有没有什么优惠啊？哦，咱龙游券吼，其实离迄个阮大来走马来吼，嘛是利用啊，阮大来龙回啊，个大来肉里温泉馆吼，你用迄个龙游券甲买吼，它有种种优惠哦，你可以洽请他们谈。另外3倍券吼，肉里温泉馆吼，有研发很多的商品副产品哦，包括肉里面刚刚叫肉里面啊，还有手工皂啦吼，那个蛋卷啦吼，种种副产品，你可以都跟他买，他都可以接受哦。本身也肉里温泉馆买很多的文创品哦，它可以结合，它会优惠给大家哦，观众朋友给他优待。是，那么咱知影吼，在大内吼，除了出山吼，咱这肉里以外，好像还有其他的农产品啊。有啊，咱若是讲像即马暑假啊，有人来遮大内遮吼，要食肉里，还是讲吼来遮佚佗，咱区长是不是有一寡建议的路线？哦。其实吼，阮大内是属于百果之乡啊！你水管大内70%拢是山坡地啦吼。啊，山坡地内底伊拢水款伊无种水稻、蔬菜拢无吼，因为山坡地适合种水果，所以阮有个号称就是水果之乡吼。啊，水果之乡最主要就是阮有芒果，哦，芒果最近上大庄是315公顷是来算，因为阮芒果变为养用这嘛吼，因为知名度较有，但是阮拼是口感嘛，阮的口感哦，因为阮的3分之1拢是白垩土地，白垩土地种的水果吼，一般的无啥共伊口感吼，较无水安尼，会 Q 弹哦扎实，伊种感觉包括阮木瓜吼，246公頃吼，阮的木瓜嘛是同款，所以伊个肉里也是种于白垩土地吼，所以的果实吼跟一般无啥，比讲人食安尼软啦吼，口感较无好，它就很扎实安尼 Q 又弹那种感觉，所以讲离阮肉大来这边吼，你啊来落来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吼。我落来有上名就是咱注意看吼，咱的南宁天文教育馆吼，在我们大内嘛吼，咱普通看电影拢是坐你看，他就早的吼，好看镜头看有吼。你注意看来阮天文馆看，我是倒咧看吼，360度3D 影像你看，非常棒。倒咧看，一直看好像看天上星星一样哦，那种感觉非常的舒服哦。会看啥困伊就有啦吼，再倒咧看，因为伊的影像就是在你的头上哦，非常棒。那个晚上有这星空导览哦，包括有迄个全国唯一的哦牛顿天文望远镜哦，都在天文博物馆可以来这边。还有我们120公顷哦，大概走马奈农场哦，非常绿色的感觉，包括会议啊、露营啊都可以哦。大概阮的风景区就是阮的最主要的是讲阮有迄个。种风化的风俗馆哦，化石群哦，离阮大来哦，非常的漂亮啊。最主要就是阮10月雪哦，10月的时候，类似咱讲刮芒草哦，类似芦苇草，规个坡在整个大内的西边哦，你从桥看一下，那种10月下雪的样子哦，然后白色地毯一片白茫茫的，有秋人看见。好漂亮的一种，好像在欧洲的景色看，非常好。所以话呢，大来这边阮的景色非常漂亮，来观看，来观参观，非常欢迎。哇，我们那个区长好健谈的哈，而且很幽默啦哈，感觉盖起来都生动哦，没有去真的很可惜啦哦。那么最好咱区长用30秒的时间哈，咱做一个结语好不好？咱所讲哦。大内行大内行哦，不是内行人哦，不会走在大内行哦，所以内行人较会来大来行啦哦。所以用这引句来讲，表示阮大来是非常好的所在哦。只是讲，阮的外号就是南科的后花园哦。南科的花园包括我们住的非常棒哦，吃的都非常干净，因为阮工用少哦，工用少就是咱水质非常好，尤其阮种水果放出来水拢是经过阮家，阮第一只就是阮食，阮食第一啦，所以非常好。阮水果拢遐出现拢遐水果去食，所以咱大来佚佗时欢迎咱大来吼，吃喝玩乐哦，来阮大内不要错过。感谢咱大内高手吼，咱李新村区长今仔甲咱介绍这林咱丰富的这个酪梨的一寡常识啦吼。那么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婉婉哦，咱台南向前行，下次见。